来到泰国的话，一定要尝试一下泰國的生龜哈。那麼現在找一個地方呢是泰國的美食，有這種魷魚哈、蝦哈，都是生的哈。那找找看看有沒有。找到一個地方買那種我想介紹給你們了，那麼現在來體驗一下哈，來。để cho nó生有意了，现在是那个糖，葫芦糖，好色。大家如果喜欢的话，也是可以给我点个关注哈，谢谢大家，来一起吃葫芦糖。